系鉗仔，鉗仔段爱8个好。两段倒手滑，倒腕加倒腕，不会简单啊，小可代志。人来客去的大路顶，不时会当看到警察徛伫相车路口交通指挥。伫社会行大，目色就要紧。无论是驶车、骑车，也是行路，拢爱时刻观察，才会当保障家己的安全。所以讲，除了注意上基本的车红灯，前捌交通号志嘛真重要。那呢，这个驾照会考到的交通号志，大家敢认得出来？行，咱先来甲乡亲问看卖。小姐问一下，你敢知影单行道的代志要安怎讲？单行道，单行道，单行还是公益？单行哦，好，要试试看。然后这个对，单行道啊，单行道，单行道，嘿，代志你安怎讲？单行道，右转的代志要安怎讲？正转啊，正转。系啊，左转就是倒转啊。所以左转的台语叫做倒倒，那转的台语叫做转。倒，想一下哦，我不会。右转的代志。右转哦，右。I don't know。正话啦。正话。看大部分的人是应该轻轻松松，那呢，来一个较有难度的两段式左转的代志，要怎讲嘞？好，我想要再问一下，你敢知影两段式左转的代志要安怎讲？两段式的倒势哦，两段的转弯，转弯，敢是两段式的倒弯。倒弯。啊，照安尼讲，两段式的倒转、倒转安尼。倒转倒弯安尼叫。两段式的倒转，两段是倒转。倒转，两段式倒转，敢是？倒转，两段倒手滑，两段倒手弯是吗？那个式呢？式没有翻出来。是嘿，两段式倒滑，倒腕加倒腕，倒弯加倒弯。到底两段式左转的代志要怎讲？咱请罗公新老师替咱解答。因为咱即马拿照字来讲两段式倒弯，我倒平啦。咱口语其实是讲我倒平，不过即马因为华语拢讲左转，咱台语就照安尼讲倒弯。因为伊毋是直接越过，伊分做两段，所以咱就照字讲两段式倒弯，安尼。俗语讲，无驾驶无师傅，家己骑车或者是风仔，一定爱伫安全帽啊。不过问题来啊，下伫安全帽下海这条衣带，伊代志要怎讲嘞？应该是有人讲缩金带啦，下安全带，下所以迄条叫做下带，对，无唔对，下就是下带。下带，嘿，我要讲伊个带子啊，你的带子，你讲带子，安全帽的带子。安全帽的带子，安全帽的皮带，不是呢，扣带、扣环，扣环。扣环，哦，扣环安尼。然后就系鉗仔段爱8个好。带啊，带子。带啊。对啊。你就讲安全帽的带啊，对啊。好 ，OK，感谢你。迄个不会简单啊，小可代志。安全帽的下骹的带。下骹的带。缩带，缩带。是吗？无讲恁大家唔知，就连小编头起生嘛唔知影这条都叫做衣带。咱今来请教老师，台语念法是啥物？咱台语若物件要甲固定伫咱身躯是带型的，咱会讲下啦，就讲咱讲甲卫生裙下咧，这安全帽要下伫咱的身躯顶，互伊固定条咧，所以咱就该叫做安全帽下带。原来安全帽下带，就是咧预防骑车时，帽仔互风吹一日，就家己飞出去。即摆的交通虽然真利便，一台奥多摆骑咧，都会当死过去。毋过也是爱提醒大家，除
除了伫安全无遵守交通规则以外，伫路人嘛都爱顺头看尾，才会当保障家己和用路人的安全。